应诗献开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圣徒自集主圣殿，哈利路亚，阿罗上帝大英的，哈利路亚，以赛为雷宝座，哈利路亚，为伊灵爱当欧罗，哈利路亚，圣徒自集主圣殿，哈利路亚，阿罗上帝大英的，哈利路亚，以赛为雷宝座，哈利路亚，为伊灵爱当欧罗，哈利路亚。煞接是152首救主疼痛的声。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我已来听，你好，我为是教会，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求你，我来求困你，因你所流的宝血。生我罪恶清气，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好，我为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求你，我来求困你。因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咱今日信息团练到这，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昨有惊到无？吼，昨的地大真不离啊细吼，不离啊大的讲不离啊细，吼，规日就是足大。毋过感谢主吼，咱不管安怎样，上帝拢甲咱三角地对吼。今仔日是今年上尾的一个主日吼，虽然伫今年咱经过最艰难，也毋过感谢主，咱的上帝拢一直甲咱三角地对保守咱。即摆咱甲边的兄弟讲，上帝永远甲咱三角地对。上帝永远甲咱三角地带。这是咱做伙起日，咱要唱歌来学罗上帝，天属你，地属你，上帝，我要学罗你。做伙来拍谱啊！天属你，地属你，上帝我要学罗你，万民属你，你所创造，上帝我要学罗你，人怪属你，你所建立，上帝我要学罗你，公义属你，主爱属你，上帝我要学罗你。
我要学努力，万民兄弟你做创造，上帝我要学努力，咱把兄弟你做建立，上帝我要学努力，公义兄弟主爱兄弟，上帝我要学努力，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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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帝，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愿要永远尊重你，愿要永远学努你。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对你认识，我要永远学努。你是一大堪受大学路，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对你认识，我要永远学努。你是一大堪受大学路，万世万代拢要学努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努力，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答你认识，我要永远学努。你是一大堪受大学路。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答你认识，我要永远学努。你是一大堪受大学路，万世万代拢要学努力，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努力，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努力，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努力，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我要跟对你，
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了我心，当我无毋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在我心，当我无外苦的心，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在我心，当我无毋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在我心，当我无外苦的心，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困对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咱甲主讲，我要困对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感谢你，阮一生拢要来跟对你。
求你永远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兄弟姊妹，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弟兄，我感谢你，今仔日是今年上尾一个主日，我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我的感谢。主，你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你是至大至高的上帝。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咧滴。主，阮教会经过千年久无牧师的日子，阮众兄姐好亲像羊无供油的人同款。即马主你差派东旭牧师来到阮泸州教会，成做阮的牧者。阮嘛要为着即项事特别来感谢主。主，你看到阮教会的需要，听见阮众兄姐的祈祷。今下晡嘛是东旭牧师的就任礼拜，我嘛要为求主来看顾甲掌权，互下晡的礼拜所有一切拢会当顺遂。求主的恩光充满伫阮的当中，阮也要为着牧师因一家人来祈祷，求你加添因教业的稳定甲快乐。无论是牧师、牧师娘，也是三个细囝，因就是阮泸州教会的一家人。我要彼此相疼，亲像你疼阮同款。感谢主，今早起，阮将阮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接纳。阮的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搁一次将最大最大的掌声归予咱上帝，哈利路亚！听这请坐。上帝啊，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求你用牛七扫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即条咱三角来吟诗，今日圣诗278首。圣徒自集圣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徒自集圣殿，哈利路亚，无论上帝大应验。以塞为雷宝座。
即个咱用心来压头祈祷。日过日，年过年，有主你从我三之地，祝福着阮即今年当中，互阮众兄弟姊妹拢当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主的恩典满满伫每一个人身上。主啊，阮今日就三甲伫即个圣殿内底三甲组织敬拜你来学罗你。即今日也是今年度上尾一个主日，愿主你引带带领，互阮即个未来的即个时光。未来的这种种的这时光的这服侍，当得到主的恩典，主满满的祝福。主啊，我也感谢你，伫这天气寒冷的当中，我也正向姊妹三甲组织伫你圣殿愿主你也有愿固守着未到阮当中兄姊妹的脚步，有愿来。固守因，互因当来到阮当中，虽然袂当来到阮当中的兄弟，有缘会当伫厝内底来接到即个直播的即个做礼拜，同齐来做礼拜。主啊，阮感谢你自主你引带带领，互阮今日的即个组织拢会当得到主你有即芳芳的祝福，即恩典满满伫每一个人身上。主啊，阮今日即个真欢喜有主你差派着。带同学的牧师来到阮当中，三甲组织要来带领阮罗州教会的众会友来主你所查票间，要来跑走。主啊，阮也感谢你祝福着阮伫每一个拢伫阮这当中，拢会当得到恩典满满。有缘也求主你帮助阮，祝福着阮下晡阮蔡牧师、蔡同学牧师要来这就任罗州教会的第7任的这个牧师。求主你有缘帮助，互阮这下晡的这感恩礼拜会当顺利，会当有偌济人来这参与，来祝福着阮罗州教会有缘，也祝福着蔡牧师因全家。求主你帮助，阮要将所有的感谢、所有的恶乐、所有的事工，种种拢要摆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带领，互阮。蔡牧师会当带领着未来的一年，未来的即个罗州教会的方向，来主你所带的标杆来跑走，来侍奉着主你。阮今日来感谢祈祷，拢是要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即条咱三甲来看启应文，今日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第51，启应文56，伫圣诗后壁面启应文56，记载约翰福音第1章，启应文56记载约翰福音第1章，我来启，恁来译。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咱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如何通过摩西颁布？
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是上。所接，咱今日献诗是要由咱中职同工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咱上大的瓦课，咱上大的瓦课。一条咱参考起立来祭念主祷文。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高临教，你的旨意之情，伫地里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因为阮的爱，因为国权能荣光乐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接着，咱三甲来看今日的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第2章。希伯来书第2章，咱对第10节看到第18节。台语圣经记载伫252页。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因为万物所为着伊，万物所对伊的，带带带侪囝狗伫阳光，就互救恩的首领对苦难来诚完全，本是合宜。因为迄个互人诚诚的，甲遐个得到诚诚的，拢对一个出，所以因称因做兄弟，无掠做见笑。12节讲，我要保养你的名伫我的兄弟俄罗你伫会中。佮讲，我靠伊。佮讲，看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囝儿。14节，这个囝儿既然三工有血肉的体，伊本身也偏有，要用死来废无有死的权势的，就是魔鬼，也要互一生敬畏死到亲像做奴才的，拢得到头棒。16节，因为伊无牵救天使，是牵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凡事伊着甲兄弟相共，通伫上帝的事做灵敏忠信的祭司头，因为百姓会做献免费祭。18节，因为伊已经受苦来拄着刺，就会帮助这会受刺的人。以上。有主将伊的话。刻掉的关心。今日牧师所要讨办的信息是：听热心的基督，听热心的基督，感同身受的基督。咱将时间来交牧师。弟姊妹平安。今早起是咱伫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但是并不是最后一个聚会哦。佫会记得讲，咱每礼拜拜三咱有啥物祈祷会？祈祷会吼，祈祷会拄好是12月31号啦吼，拄好最后一天。所以这个咱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阵。咱做伙来祈祷，这特别有意义。你将最后一天，伫今年年尾最后一天的时间来献伫主的面前，共款咱来献上感恩。所以也邀请咱兄弟，咱拜三的祈祷会，也就是今年最后一摆的聚会，咱会当做伙来三甲组织。咱的题目叫做年尾的感恩。甲分享，所以迄天牧师无要讲道，迄天无要分享，咱大家分享啊祈祷安尼，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阮感谢你，赐阮活命，互阮通伫上帝你的面前来读上帝你的话。主，阮感谢你，你赐互阮稳定教也阮用，也互阮经历着随往一暝的惊吓，甲心内底。淡淡总是主
你也赐予阮，将遮个拢来交代伫主你。主阮也将阮的囝兄搁一摆恳求上帝，你互阮勇敢壮胆，因为主你知影，天顶的云，天顶的遮个天气的变化，地面也有地动，也有等等的变化。总是主，阮人是真脆弱，阮也知影，阮的活命拢伫上帝的手。恳求上帝，你顾守阮，帮助阮，毋但是身心灵的勇健，搁较是将阮家己的性命交代伫主你。亲爱的天父，当阮掀开上帝你活命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总是主，阮要对伫你的话中间看见生命的亮光。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毋知影兄弟姊妹，你知影这两字叫做成全无？我亲身体会这两字。谁哪讲？伫过去将近得要4冬的时间，我咧活这两字成全。这我伫总会嘛有写一篇，伫总会的这个文章内底写一篇互相成全。谁哪讲互相成全？我过去的4冬伫美国的艾奥瓦。伫遐无师娘咧读博士的时阵，我做一个家庭主妇啦吼。这我下晡就任事原来会讲提起，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人咧问我，你本地是牧师，你即马咧英文字叫做 sabbatical， 叫做安休年。所以伫迄当阵，我也体会到，正做一个信徒要安怎服侍教会。每一项事拢体会到，包括讲无师娘咧无闲咧看伊英文的册咧，搁爱写英文的 paper 吼，遮等等的事，我着爱做啥？家庭主妇着爱煮食啦吼，爱看遮的厝内底的代志。伫美国你无早逐顿拢出去食餐厅，无早出去亲像咱遮方便吼，规头项买着有通买来食，拢爱家己煮。所以倒转来，我感觉足幸福的吼。总是咱爱知影讲成全这两字，其实翁仔某中间吼，我想咱过去这个士农工商的这个过去差不多20年正前，咱阁有安尼，阁有讲翁仔某中间一个先食头路，然后另外一个会当做家庭主妇，做家管。做家管无简单呢。咱毋通讲，转来就安那，这个茶来伸手饭来，毋是安尼哦，毋是转来享受的哦，是转来了后嘛爱体会到，咱伫厝内底无闲。其实即马毋是干那负责人，有足侪咱讲家庭主妇吼，其实因也常时是非常的辛苦。我伫艾奥瓦时阵，阁兼爱顾囡仔吼，接二连三，所以安那顾三个吼，总是有2个有去学校，所以较轻巧吼。咱伫即个成全的中间，通讲是一个角色的转变，通讲是一个有工课，是检采伫咧厝内底咧无闲的一个角色的变换。但是遮个拢嘛，互咱会当来了解讲成全。是咱会当伫日常生活体会到，总是伫信仰内底，咱正做一个基督徒咧讲成全的时阵，其实是超越咱所会当体会到的事。这要安怎讲呢？今日的圣经节要讲起，我用这个和合本的这个意思吼，甲咱来分享的时阵，因为我其实咱会当了解讲，差不多我的世代吼，阮读。国小、国中拢是华语的即个教导，所以过去咱的过去可能阮爸爸妈妈迄个时阵去到学校咧受教育的时阵，嘛讲不可以说台语安尼吼，嘛种种的即个，所以咱对伫华语的迄个文字的描述较会当精准，但是即个意思爱讲互清楚，所以对今日咱读的圣经节。爱先了解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希伯来书对咱来讲，检采咱信主了后的心读，
福音书，希伯来书对咱来讲较清楚。即个咧讲，耶稣经历着苦难，正做完全，成全两字，敢若有流啊浮起来出现，做囝甲伊做伙享受迄个荣耀。因为耶稣亲像先锋，要带因入到拯救的事。圣经在的意义，今日毋是查经啦，但是我要互咱了解讲，伫讲道的中间，我要将这个圣经节联合伫咱的生活，实际要安怎做，这是真必要。所以创造甲维持万有，咱看圣经节讲创造甲维持万有的上帝。这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咧讲的是什么人？毋是什么人，是什么神？是天父上帝。你讲天父上帝伊的工课，伊所做的创造，咱对创世纪会当了解，维持万有，万有伫咧即个运行，伫咧逐项咧，咱的这所受造物会当逐日来经历着上帝，无论是出日也是落雨。等每一天，这是天父上帝的律理，维持万有也通讲台语就叫做律理。做囝，这表示什么人呢？这是信靠上帝，而且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咱真做基督徒要紧的一个身份，咱和耶稣基督同款，真做上帝囝。所以一个牧师，伊的爸爸。伫伊读神学院进前，就离开世间。伊入神学院了后，侪摆做见证讲，我无爸爸，但是我有一个天顶的爸爸，足感动人。圣经在咧讲，这是合宜，这是适当，这意思原文叫做是甲不是，是甲毋是。所以意思是啥物咧？爸透过伊的囝，爸上帝透过伊的囝。来照着苦难咧成全，做囝的救恩是确定，是真即个真确信 affirmative 的一个事。做元帅、做先锋、做带领的角色，这是主耶稣。耶稣要带领咱入到伫救恩的内底，所以咱爱将这个来拓开来讲。可能这对咱来讲，耶稣做咱拯救的先锋。咱当然对耶稣的脚步啊，但是常常咱爱超找到正确的角色，对信仰内底咱的领袖才会感受到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咱抓准讲，咱家己的财富、成就、地位，靠咱家己拍拼，双手做工，双手努力，伫遐一步一脚印，甲咱的身份地位，咱一阶一阶安怎爬升起嚟。伫咧做工课，伫社会咧搬烂，咱拢讲一步一脚印，所以大家拢肯定家己要安怎来努力。上时也因为安尼脚踏实地，才有今仔日咱会当坐踮遮。因为安怎，咱周间拢无闲伫咧咱的工课，所以咱主日安息日的时阵，咱才有早安息啊。因为咱正做一个基督徒，上时一个真好。信仰的态度就是咱尽心尽力，无论伫咱所做的什么事，总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嘛有认捌耶稣基督，也是呾要接受洗礼。总是这个接受洗礼，我要特别甲咱分享，就是讲，其实常常咱听到洗礼做见证的时阵，我找到生命的礼物。生命一个上界大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打入来到伫我的生命中间。但是咱要将迄个主客，像是主动，像是被动，这个观念爱用好清楚。其实，那亲像我伫神学院的时阵，神学院老师甲我安尼分享讲，你用手安尼撒一个大的球，那亲像你撒你的理想，撒你的家庭，撒你的工课等等的，甲伊用出来，尽心尽力去撒这粒球，那亲像无介轻松哦，真重哦，撒互叮当。但是其实你会当想象，伫信仰内底的意义，迄粒球其实毋是对你的手、伸手安尼出来去撒才会叮当，
是迄粒球家己咧带领你往前、往前、往悬的所在，愈大愈去到伫信仰，咱讲更高处，搁较甲上帝连接的所在。当你有即款的体会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有影呢，毋是我去找到生命的礼物，毋是我去找到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找到我，是上帝找到我。上帝咧看讲，我碰见囝，结果你也讲，碰见囝，毋知是碰见倒一个吼。上帝讲，碰见的囝就是你，碰见的迄个囝子，迄个儿女就是你。所以上帝咧超找，虽然咱看袂到上帝，但是伊透过逐种咱生命中的经历咧超找咱。毋若超找伊个洗净人的罪，亲像伊伫遐得到清气的人共款，有一位老爸。所以耶稣无掠做因，才正做一个人做见效。这见效的主题伫新约圣经不断咧出现。耶稣无掠咱，正做一个人。咱诗歌唱，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对无？耶稣甲咱正做一个人，无掠做见效。罗马书第1章16节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是上帝的大权能。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伊讲：你毋通掠阮做为着咱的主来做见证、做见效，因为照着上帝的气力。互我甲福音要做伙受苦，所以对安尼咱来拓开来讲的时阵，感觉见效，迄个是当咱互相之间的关系。咱甲耶稣做天顶的亲人，正做一个人的时阵，你我有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是咱正做耶稣基督，那亲像兄弟姊妹，伊愿意的。天顶上帝独生的囝，伊愿意正做咱的兄弟姊妹。所以，若保罗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伊对罗马书、对伫罗马帝国的首都伫遐起造教会的时阵，伊若认耶稣，这是会认定做背叛、做造反，但是因认耶稣，无掠福音做见效，所以认耶稣认定。做咱厝内底的人，会当正做耶稣基督的兄弟，这需要付代价。袂感觉见效，需要付代价。所以讲，上帝啊，我要用我的兄弟姊妹来传扬你的名，我伫全会众中间要称赞你。诗篇22篇第22节，伊讲，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兄弟，而且伫会中，我要学了你。这个诗篇22篇，伊的一个题目叫做“义人咧痛苦的呼求，甲感谢的诗歌”。当人经历为着信仰经历着艰苦了后，伊颠倒安那感谢，颠倒感谢。做耶稣基督的兄弟伫会中，而且成立的教会来传扬、来信靠伊，而且佫讲，我要信靠上帝，佫讲。看我甲上帝所赐予我的儿女，拢伫遮。以赛亚书伫遮，甲咱讲，我要听候迄暗面，无要看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伊，看我甲耶和华所予我的儿女，就是住伫锡安山万军的耶和华来的，伫以色列做牛调甲亲者。上帝的话，伊透过安尼应用的时阵。真足来看你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其实希伯来书引用前伫旧约的记载，这是看到过去暗面无要固守、无要带念，才会上帝所拣选的。因为对上帝的信靠，因的家族拢伫遮。咱的诗歌讲，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下晡咱的就人典礼嘛会唱。这毋是干那每一届咱咧唱的时阵，我常常唱这首诗歌，你知影伫什么时阵无？伫咱个别礼拜了的安迪礼拜，就是将咱姑父翁仔下咧
迄个无论是骨灰翁啊，还是将迄个骨灰抬伫迄个坟墓的内底，迄个安置礼拜的时阵，常常唱即条“上帝做阮代代帮赞”。其实毋那是安尼啦，毋那是咱伫迄个时阵要唱代代帮赞，毋那是咱看到咱的祖先的时阵才咧唱呢，是咱常常唱即首诗歌的时阵来看到咱彼此的自执。所以，即个真足看你周围兄弟姊妹，这是同事，这是邀请咱即马就爱看吼，邀请咱即马就爱看。有敢若奇怪，即个哪会坐我边啊吼？啊，迄个哪会今仔日吼坐我边啊？敢若哇，迄敢若较忝吼，还是讲伊即个看起来面容吼，无笑容，毋知发生什么事。真足甲伊看，因为伊甲你做伙，咱伫教会内底三较自执的时阵，咱搁一摆要将咱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将咱所信靠的上帝安那对咱的自执，互即个信仰搁较鲜明、搁较清、搁较明显、搁较知影讲，这就是我所信的。所以上帝讲对伫安尼咧讲，即个我所信靠的，而且所信靠的，阮信上帝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也是有血有肉。咱即个拄着遮个受伤，也是咱讲即个拄着遮个人生的中间，他有可能无有迄个流血的过程，他有迄个咱的身躯无拄着探痛的事，耶稣拢经历着。照着伊的死，会当毁灭对伫掌握死息权势的魔鬼，而且偷放遐个因为惊死一世人踮伫罗卜的人，做耶稣基督的兄弟，做上帝的儿女，信仰内底，像那咱传承即个基督教信仰几千年啊，即个信仰哪会无花去吼，无死去吼？会足侪，咱知影几千年以来吼。足侪其他的宗教信仰，有诶就花去啊，有诶就无去啊。吼，即个你看历史的中间有这个记载。像那基督教信仰一直徛在，因为人死去，这个信仰袂死去；因为人的死亡，照着死，这个信仰永远徛在，这个永远的画面永远传流，永远传承到后代。这个是真有关系的咧，因为圣经在帮助咱了解生甲死的中间，我哋的信仰毋是烦恼讲哇，我要面对着苦难，毋是即款的生命。颠倒是啥物？你咧受苦，为着信仰咧受苦的时阵，你颠倒欢喜。咱有即款的生命无？真正的受苦，毋是因为讲啊，因为今日我要来主日礼拜，今仔日我要来团契，结果造成其他的代志，煞delay，煞耽误着，煞欠息啊！其实咱伫信仰内底，咱真正的受苦，是因为咱的信仰去活伫生甲死的中间，还未死亡的时阵，去活伫迄个做萝卜的事。你讲我即摆哪有做萝卜？我是足自由的人啊！咱即摆拢讲公民吼，公民会当做政府的头家，我哪是萝卜咧？所以对信主来，迄个面对着生命的死亡，是要见证主的名。当时，伫写作希伯来书，犹原是即款的时代，信仰是拄着迫害，所以因用生命的死亡是要见证上帝的名。进一步来讲，是安怎？伊讲做萝卜咧，活地的人，谁那无法度活出见证？因讲惊死，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活地的人，伊拄着罪的阻挡，甲罪伫人的心内底咧做恶。活地的时阵，无法度活亲像耶稣基督，无法度过得胜的生活，颠倒伫遐做萝卜。因为罪，所以正做萝卜，罪伫伊的心内底做主人。咱若是讲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吼，罪做主人什么意思？吼，我已经甲咱问 AI 啊，即马拢万事问 AI 吼，我已经甲咱问好啊吼。通常来讲一个人的行为，讲成瘾，
也是负面的情绪，无搁受个人的意志来控制，颠倒开始对伫迄个负面的情绪开始咧主导咱的生活价值观甲决策。所以负面的情绪，因为咱伫沉吟、伫行为、伫负面的情绪的中间，咱所产生遐叫做罪，毋那是你去做即个行为哦，是你已经心思意念放咧你的心肝内底，一直咧想的时阵，迄个诚做罪。所以通来讲，就是当咱活着会当心内做王，是咱耶稣基督伫心内做王的时阵，罪就除去，罪就除去。当耶稣基督伫咱心内做王的时阵，惊死无？会惊死无？会惊啊！倒一个人袂惊？医生甲你讲，我阁剩几个月的性命，会惊袂？会啊！但是当咱牵条伫耶稣基督的时阵，咱讲生甲死拢伫伊的手的，咱将这一切交代伫上帝，然后将咱的性命无列伫你罪的内底，无列伫你罪做主人的内底，互咱会当牵条，就是讲我是上帝的囝儿，我的生甲死拢交代伫上帝的业里。圣经在16节到18节，最后你讲真明显，因毋是来帮赞伫天使，是帮赞伫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上帝面前的仁慈，因通我靠的祭司，互罪得到赦免，所以伊亲身经历到这考验，受折磨的痛苦，但伊会当对伫遐个受折磨、受痛苦的人，伊原来会当帮赞伊。这是咧讲啥？讲耶稣基督。伊体会到人拄着苦难、拄着受折磨的时阵，路加福音上帝一块圣经节，耶稣流目屎。耶稣若毋是人，伊是安怎会为着人的缘故怜悯来流目屎？你敢看倒一个神，伊会为着人咧受苦咧艰苦心呢？我想可能是无。当咱体会得救的方法，毋是出对人的时阵，人所面对的考验，耶稣清楚知的时阵，咱对今仔日的圣经节，咱有3点具体，咱会当正做行动。第一，耶稣先来面对着苦难，这是确定的，这是是。你我拢是耶稣拯救的，伊对伫咱出世伫世间。然后体会到伊正做生命的主，伊所经历到的苦难，耶稣经历到的苦难，是要将救恩伫咱的生命达到伫完全。所以耶稣伊哪着歹十字架，耶稣哪着伫苦难的中间替咱流血洗净咱的罪，加行一里路，加行一里路。当人开始咧甲你讲我是罪人的时阵，毋是干那新人那定，我是罪人，追求迄个对罪中间脱离的方法，毋是讲我是罪人，但是下一段讲我真欢喜活伫罪的中间。人的本性是你活伫罪的中间，做罪伫你的生命做主人。你会感觉足舒适的，逐工毋免想上帝的话，敢若牵条伫什物？牵条伫世间逐方面，会当互我脱离上帝的话的事。加行一里路，这是有必要。毋若是讲我是罪人那定，搁爱加行一里路，讲我决心要对耶稣来离开罪，是甲毋是？这个决定毋是在伫咱本身。你咧回应讲主啊，我是罪人，我决心要脱离罪的时阵，耶稣伫你还未回答的前，伊的救恩早就临到咱啦。只是对伫安尼，你得到觉醒，进入到伫耶稣的救恩内底。第二，无掠这见效，生命安怎引带咱？伫咱的教会，伫咱的个人生命受影响，遮个福音的朋友，伊有啥物款？伫生命中间的对话、身份地位，行出这个舒适圈。我伫
一个艾奥瓦，特别离开的前2个月，正臭拄康的一个机会，拄到一个要来到对台湾要来到伫艾奥瓦读册的家庭，甲阮兜共款哦，一家5口。毋过因的囡仔较大汉。我讲，即个家庭还未信主，所以阮着伫遐咧帮衬因，对落飞机接因到伫租厝的所在，租厝的所在看有欠啥，甲因斗相共。了后，即个家庭是妈妈来读册啦，即个爸爸就甲我问一句讲：恁即个去教会，啥怎去到教会的时阵，恁每一个人拢面拢遮尔充满着平安。明明伫艾奥瓦吼，因打去的时阵，到伫即马吼，即马伫遐负20几度吼，落雪呢，非常的辛苦的日子。啥怎恁每一个人心内底迄个面容看起来拢是喜乐，拢是平安。伊一届安尼咧甲我问的时阵，我就咧分享信仰，甲伊做见证。伊和我可能无咋共款，因为牧师娘是去遐读博士，但是阮得到上帝的恩典，阮的即个所费毋免开销遐严重，伊是自费去到遐。若是伫台湾，阮是2种无共款的人。但是阮感谢主，透过安尼即个上帝安排的机会，会当来有一个信仰3对话。阮离开艾奥瓦了后，即马因踮伫美国游园有去教会，感谢上帝。你无掠你的生命的见效，而且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分享出去，因为你受引带的是这位耶稣基督。勇敢去行，勇敢去讲，莫讲我看起来就身份地位较无的人吼，迄个我歹势甲伊讲话啦。伊伫台湾你毋知影，迄偌有名咧。但是咱若将遮个拢摕掉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共款啊。所以你毋免真正感受着讲伊甲我身份地位迄天地的差别吼，毋免安尼。信主的人勇敢，信主的人你勇敢见证上帝你身躯顶的做工，信仰伫你的内底，上帝对你的改变，勇敢甲见证出来。第3项，你的身躯顶有感受到这位耶稣基督感同身受。咱伫英文内底咧讲迄个，咱甲人分享一项代志。我甲你讲吼，我带我的囡仔去看病吼，迄个医生讲的我拢听无啦。后来吼，迄个医生就甲我囡仔要注射，我惊一条讲看迄个针遐大支吼，啰啰讲，差不多讲半点钟吼，迄个我咧甲遐个华人咧讲，我英文嘛无查，遐尼好，讲英语的迄个拄仔嘛听无吼，讲迄个华人听了后吼，伊差不多印一个即个拄仔常常会印的即句话吼 ，I know， 伊知影我看伊的囡仔吼，对啦，伊可能嘛捌带囡仔去互注射打注射的有风射，嘛捌安尼吼爸母的迄个烦恼，伊嘛捌经历着。所以 I know 是安怎 ？I know 毋是干那讲我知影你咧讲啥啦 ？I know 毋是干那讲我知影你咧讲啥。耶稣进一步咧讲啥 ？I was there， 我也伫你咧受苦，你捌伫迄个艰苦的中间，我也踮伫遐。耶稣感同身受，所以咱犹阁伫咧做控制、做奴仆的生活的人，耶稣讲 ：I know, I was there。耶稣捌经历着试探。耶稣经历的试探是咱所想象袂到，因为上帝予伊有权力，伊甚至对圣殿的台顶跳落来，顶顶的事伊拄着刺。耶稣讲：我知影，而且我嘛捌踮伫迄个罪、咧迷惑、咧试探的中间。你若搁踮伫迄个罪甲奴仆的生活，我当心来看救恩的上帝。这位救恩的主知影你生命中间的困难，当心来祈祷，
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做祭司，伊是大祭司，也是阮生命的主，替阮已经有赎回的罪，挽回阮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主检察阮渐渐咧认捌伊，主检察阮的生命也渐渐咧亲近伊，总是亲近耶稣基督大生。阮要开始感受到讲，阮的生命是毋是常常伫罪的中间，罪正做阮生命的主人。主，阮搁一摆恳求你帮助阮，当希伯来书用上帝你的话，互阮亲身体会、感同身受的基督。主，你也互阮知影，你捌经历到阮一切的痛苦，也是因为安尼，当阮伫艰苦，当阮伫找无路的时阵，呼求阮的上帝，呼求阮的主，生命用耶稣基督做主人的事，阮要得到主你丰盛的救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条咱来念回应诗152首，回应圣诗152首。求主听咱的声，请咱起立来念全首。求主听咱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好，我的泪先流为，会有我做恁生命。主，我来求你，我担照顾你，用你所留的保卫，使我做恶清气。求主听咱声音，我着求着的心，我做在受精是美的，是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担照顾你，用你所留的保卫，使我做恶清气。有主叫我纯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太需要，我为代牺牲。主，我来求你，担照顾你，用你所留的保卫，使我做恶清气。有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惊恁爱受主改变，直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求你，担照顾你，用你所留的保卫，使我做恶清气。阿门。请坐。这点咱三角来奉献，请接下陈工来接献。
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直接咱来读今日的金句，记载伫希伯来书第2章第17节。咱台语甲华语，咱各来读一遍。台语，凡事依着甲兄弟相共，当伫上帝施做怜悯忠心的祭司头，因为百姓的罪献免费的祭。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第2章第17节。这条我先来介绍，咱今日有一位的新朋友哈，叫做黄国昌吗？是不是黄先生？哦，是已经先离开了吗？哦，愿主祝福伊哈。哦，毋知咱毋知有新来的朋友，咱无介绍到无？谁？哦，心仪有带朋友过来吗？可以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吗？我们来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我们唱一歌。互咱自己做一回，也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回。欢迎恁下当继续过来参加聚会，欢迎恁，请坐。这条咱三角先开周报，咱来看消息甲报告。教会消息，今日是咱蔡东旭牧师的这就任典礼。咱较等的礼拜后吼，请大家来留步。咱要各单位要来甲牧师要来同齐来翕相，做一个大合照的这个翕相的下骹这顺序哦，是第一排咱有牧师甲小会员，甲上年的长辈。第二排咱就献歌队，第三排咱则来安排着咱的兄弟姊妹。上头前是儿童主日学，甲一寡老师，请咱较等的，咱礼拜后咱占，咱会请一寡兄弟咱来摆这个场地，了后咱就来翕相，同齐翕相。这礼拜后了后咱若要请献歌队咱到楼顶的所在，咱来请丝袍，第二小点，咱下晡3点半，要鼓用着蔡东旭牧师
就任泸州教会第7任的牧师受集感恩礼拜，邀请到兄弟姊妹较踊跃的来参加到这个感恩感恩礼拜。感恩礼拜后，咱也有全体总动员吼，要来为大家来同齐来协助到场地或者复原甲整理的动作。第三，邀请到兄弟姊妹为牧师这个就职典礼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1月初3暗时1月初3拜六暗时6点半，咱要将举行到敬拜培训的分享会，主理是李淑贞执事，要来将这个敬拜来唱出来有情感的这个敬拜诗歌声。第二，陈凤姊妹是要来做敬拜练习，敬拜团队团队成员，请一定爱出席。比如说是主领配唱、爱乐手、音控的圣歌队，也请一并同齐来参与着这培训。第三，1月初4也是后主日，咱依然是同款联合礼拜，依然是9点，要举行到教会内底各团契或者首长来就任。圣歌队长有杨丽珍长老娘，主日学校长有苏茵茵姊妹，少年团契会长是鄂君成兄弟，青年团契会长是陈冠宇兄弟，同心团契是李芳月姐妹，双年团契是李文阳弟兄。第四，各单位请伫1月初4进前来交2026年的施工计划预算，甲2025年的施工报告，以通互小会来审查2026年施工预算以及会员互惠手册来编制作业来进行。第五，咱年度的查销，伫1月11日主日礼拜后，教会的查销委员甲财务组的同工，将来检查着各单位2025年的这年度会计销甲现金的存款，并请相关人员有备校铺甲存折来受检。各单位请伫请款的事宜甲汇集各项的凭证，请出纳来请款，以利着年度结销工作的进行。同工若有代办的事项，爱带电的款项，请毋通伫翻当年才要来申请，一定爱伫今年来这办理。12月2日利息的这入社，请伫到12月31日进前的这个余额回存。中会我有规定来补定这个金铺来敬请来配合着办理。各单位出纳同工交接进前，请先将会计资料送交财务组来检查。第六，咱对2026年的2月开始，教会有开办着基础乐理培训课程，对象是音乐学习的同工，一定爱来参与。甲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时间是伫每一礼拜的拜六暗时6点45分到7点半。工员是由着咱这慧文老师来做工员，包容内容会包含是听力与视谱训练，音名与唱名的解析，节奏甲律动的教学，协助学员建立入门甲实用的乐理的基础。课程师资是拢免费，咱敢若收100块的这教材费。报名咱就请着直接着这方言技术娘，因为教材需要请事先准备。今日报名查纸，报名时阵想煞交这个教材费。第七，咱第一季1月到3月的学师论题表已经公布，请同工请注意着个人的学师
项目甲日期。时间若有啥物袂当拄好的，请咱家己来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且爱来通知着干事来办理。下尾，新年度即将开始，欢迎兄弟姊妹，咱来申请着11奉献的奉献地，请大家遵守着主的诫命，奉献望主悦纳的祝福。第九，咱每礼拜三拢暗时8点拢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尤其咱即礼拜的这读经祈祷会拄啊伫这12月31日，也伫属于外口咧讲跨年，咱若要来甲咱教会来早来查经来跨年，来咱即礼拜的主题是年终感恩甲分享，咱希望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咱即马咱礼拜后，咱1楼下这联谊厅伫咧碰的所在哦，咱怎拢做新人的接待区，请同工来协助，引带新人来就座，甲其他的兄弟来礼让这座位。咱顶礼拜有这新来朋友陈金德甲陈月竹夫妇，今日毋知有来无？无吼。还有林美纯姊妹、林玉玲姐妹、庄丽玲姐妹、黄丽玲姐妹，今日敢毋来？无吼，愿主有愿祝福着因。咱这其他相通的消息啦，请咱大家为咱教会为这兄弟姊妹有这心灵欠安的，还是艰苦悲痛，愿咱大家来提名来为因来祈祷。以上，书唔知这个报告，好。这条咱来吟尾变诗395首，尾变诗395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一声天悲愿感谢你，受你引带，和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无悔的世情，愿你所阮心内结好过节，演出恋爱最好模样，因带人人灵魂地球，要是山留住祝福，阮可会。咱同心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愿咱得到天父上帝创造甲业理维持万有的做工，圣囝耶稣基督正做大祭司，挽回咱伫罪中的性命。圣神上帝提醒阮、帮助阮，互阮常常坚调伫信仰，活出真实的活命，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
咱即个咱来布，到布置这咱的这要等要上的这场地。咱若要变数的吼，咱5分钟后吼，5分钟后咱听过拢起来3楼，咱来翕相。文珍。